紐約市一齊動物救助事件引起咗廣泛關注。動物保護中心工作人員喺接到一齊報告之後，進入一處公寓內，發現40隻犬隻擁擠地關喺狹小嘅空間當中，幾乎冇生存空間。公寓內多數犬隻為比利時牧羊犬同埋德國牧羊犬，呢兩種犬種需要充足嘅運動同訓練，但係佢哋卻喺污糟嘅環境中生活。好多犬隻未曾踏出門外。現場唔單止有犬隻喺主房間內，仲有嘅被塞進櫃子同埋衣櫥中。為咗應對呢一嚴重嘅虐待情況，動物保護中心迅速聯繫咗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，隨後展開咗緊急救助行動。救援人員將每隻犬隻從悶熱嘅環境中搬出，並將佢哋轉移至待命嘅運輸車輛。最終，所有40隻犬隻成功獲救。美國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立即為佢哋提供咗醫療治療、疫苗接種同行為支持。警方隨後介入調查，以確定責任人，並可能面臨嚴重嘅法律後果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